综合报道。劳动部统计，去年12月全国平均的失业率是3%外，其中台东的趴数是平全国还阁较悬，所以台东县政府过年过了后是推出7项职业训练的辅导措施，即个新众朋友甲中低收入的民众会当免费来参加，而且这所有来上课的人，佮会当领到原地劳保的6声津贴，要帮助民众来顺利找到后一个头路。劳动部台东就业中心2月份就业资讯的看板出现着急找人才的资讯。过年后陆续换头路的人增加，将会初六开工，陆续到民众来找头路。不过，不管是少年人还是较智慧人，也是感觉到头路较歹找。台东工作也是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的。试试看啊，因为我们年纪毕竟也有了，所以现在有点是工作在挑人，不是人在挑工作。因为台东县法定员工为少服务业，拢需要有证照也是结业证明，为了让民众会当找到好头路，台东县政府过年后特别伫唱国、南回甲东海花乡镇开办电脑、餐饮、美甲、甲导览等7个职业训练班，拢总有210个名额，其中新众中低收入户会当免费参加，一般民众部分负担嘛较免1万块，安尼就当参加就业辅导训练课程。上课期间，还佫会当领到前7份工作、投保薪资6成的生活津贴补助，即马已经有部分课程伫要满额。就多一个管道，然后可以让我看到更多的工作机会那样。上课的时间大概是2个月，所以这2个月他都可以不用担心他的一个收入问题。台东县社会处是讲，其实唔那这7个就业训练班，过年后也会陆续推送托育人员、教学员班，提供换头路，也是想要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就业辅导的机会，提高台东县民众就业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